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的主日学的主日啊，原来是10月啦吼，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改到今仔日啊，所以呢，所有的小朋友还搁伫遮啊，所以牧师我头前几分钟要甲因讲话安尼，啊，恁来当作囡仔听牧师讲安尼好无？吼，拄则咱的这个小朋友徛伫头前啊，所以蜡烛吼无注意看到安尼吼啊，咱点第2支蜡烛就是表示咱的这个。主日哈，咱的主日是这个抬杠节第2主日哈。好，各位小朋友，恁在参加礼拜对不？好，来小朋友看到这边来，哇，都挂口罩，大家啊那边的小朋友也有哈，小朋友，大家早。啊，这个声音不够大了哈。我说小朋友早，你们要讲什么？早，牧师早。好，各位小朋友早。啊！你要讲牧师早啊，过一遍，各位小朋友早。牧师早。各位小朋友平安。牧师平安。好啊，牧师要问几个问题哦。会听台语的举手。会听台语的小朋友，1个啊、2个、3个。啊那边哦，除了拢袂晓的吼。好，手放下。会晓讲台湾话举手。会晓讲台湾话。哦，安尼真高哦，吼，咱的这个母语吼是台湾话，但是听讲最近吼，大家足烦恼啦，讲咱的台湾话唔知会消失去袂？后摆变做像阿公阿嬷咧讲的台湾话吼，啊，所以呢，头一个今日主日学的主日，牧师要呼吁吼，咱伫厝里吼，阿公阿嬷唔通甲小朋友讲我是阿公啦，哎。啊，我是阿嬷哈，哎，这样的话，你教你的孙哦，国语无标准，啊，伊个不要讲台语，啊，所以呢，我鼓励咱的在座所有兄弟吼，后摆你若甲囡仔讲话，你讲来甲阿公讲台湾话，啊，毋是讲为着什么意识形态，咱的母语若无去，咱的囡就无去啊，咱的囡仔加会晓讲。一种话，伊伫后摆伫社会度竞争力更较大，啊，所以呢，咱就看去讲真侪去美国生活的这的第3代、第2代吼，因倒来台湾煞会晓讲台湾话，袂晓讲华语，啊，所以这是环境的问题啦吼。好啊，既然小朋友听台语无啥会晓听，牧师嘛是爱学讲华语。那牧师说国语听懂不懂？懂哈？好啊，那边的小朋友好像都躺住了，是不是？躺下来了哈。无啦，伊也伤大条啊，坐咧到地抓揪去，看无？好，安尼哦，牧师问各位问题哦，哈，各位小朋友，你们自己在家里哈，妈妈爸爸没有叫你祷告，你自己会祷告的举手。自己会祷告的，刚刚不是有小朋友说我考试要祷告吗？好。啊，自己会翻圣经的举手。翻圣经会不会？会不会翻圣经？哦，好。啊，咱今仔日的题目叫做儿童心灵哈，纯真敬拜哦。来，小朋友注意看，牧师要放2对影片哈，给大家看一下，看小朋友他们怎么祷告，好不好？好，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也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也求你洁净桌上的饮食，也求你洁净桌上的饮食，让我们吃了，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灵魂兴盛，灵魂兴盛。感谢祷告，感谢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圣名，侍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优秀。好，小朋友，你们吃饭有祷告的吗？有没有？有没有吃饭再祷告？自己会谢饭祷告的举手，有没有？会不会？会哈。啊，小朋友呢？小朋友有没有在谢饭祷告？有没有？来，会谢饭祷告的举手。哦，拍手。好。好，第2个啊，你们睡觉前会祷告的举手。睡觉前会祷告。睡觉前会不会祷告？
好，我们也看一下小朋友他怎么睡前祷告。来，再放一次，声音大一点，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一天平安的回来，平安的过去。所以让我们在睡觉前，因为明天是我们要敬拜你的日子，去让我们睡得够来敬拜你，去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经常去做你喜欢的话语，去让我们做一个你喜悦的人。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多学习你，去让我们多祷告，多唱诗歌，多读圣经，去让我们变成一个你喜欢的孩子。求你能够让一心全家人，一全家人，我全家人，然后还有我姐姐全家人，还有任何人的全家人，有些还没有信你，求让他们早点来相信你。求你能够让你的光来照他们，像我的爷爷，像我的公公还没有相信你，却让你的光来照他们，像扫罗变保罗一样。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说有就有的神，你是创造主，我们应该都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明天平安的过去，平安的回来，都能够向你赞美。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颗爱你的心，让每个人都有颗爱你的心，然后让其他还没有相信的人去传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去让他们早点来相信你。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爱你的心，让我们每一天都来敬拜你，赞美你。如此祷告，好，小朋友，你们睡觉前像他一样祷告，好不好？好啊，牧师要鼓励大家哦，不要说妈妈说吃完了要祷告，你才祷告，一定要说妈妈，我还没祷告，不能吃饭，这样好不好？要睡觉前自己跟上帝祷告哦，唔通讲妈妈讲啊，你还没祈祷就咧困啊，你要给妈妈说，妈妈，我要祈祷。祈祷了再来好困，安尼好啊。刚刚两个都是女生我们再看一个小男生的祷告，第3号。很多平安，因为我们在家一个很祝福，因为阿公阿嬷、阿姑阿弟、爸比妈咪，主你的神爱我们，谢谢主。所长的引擎sinh下去肚子为家感，因为我们今天是母亲节，然后教会都有很多人，然后牧师也是，慧清妈都是，然后还有玩得很开心，然后还玩游戏还玩得很开心，然后还得到玩那个吃的，然后也很开心。奉主耶稣的名说，阿门。什么？好啊，咱的小朋友小朋友可能跟牧师互动，无输伤老的，看无像咱老师安尼甲因讲话，伊拢会安尼足活跃的但是牧师拄则有讲2项啦头一项是，咱遮做阿公阿嬷的唔免即句话较歹听，唔通假咬啦。细汉就要教伊讲国语。去学校老师就教足好啊！在厝讲你上标准的台湾话讲给囡仔听。当然，你的家庭如果是国语的家庭唔是咱本土台湾人，迄不要紧。但是我意思讲，囡仔伫细汉伊的腔口学着你的声，后摆就讲即款声音，这是足好的囡仔的教育，互伊的喙齿有各种的音调，后摆伊就是有足好的发展。第二。咱的囡仔毋是甲伊讲，你着祈祷，你无祈祷袂使，你食饭无祈祷袂使，因为即款的即个强迫，伊会感觉讲我是应付你的毋是我家己要祈祷的。所以咱安怎来训练咱的细囝？因家己感觉讲，我食饭我爱祈祷呢，毋是爸爸妈妈叫我才要祈祷。第二是要困的时阵。有甚物款的事项，伊知影讲，伊要甲上帝祈祷。这是拄则我甲囡仔互动了后，而且我要甲咱在座兄弟姊妹三甲学习勉励的主题啦搁这儿童的心灵、纯真的敬拜。
拄则咱的两段经文拢甲细囝有关系。耶稣讲：“互细囝来到我遮来。”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耶稣讲这话，伫咱的心中有什么款的意思？头一日咱有讲到，讲撒母耳伊伫足细汉的时阵，因为伊的老母真无容易才生到这个细囝，但是伊甲上帝伫遐来下愿讲，若是你赏赐我囡仔细囝，我要将这个细囝奉献予你。所以细汉的时阵，伊就带细囝去到伫这个圣殿互伊利来甲照顾。等于细汉就要开始学习安怎服侍上帝，毋是大人哦，是囡仔就开始要服侍主。咱今仔日，咱无论是主日老师，还是咱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兄弟，咱一定要有一个真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讲，囡仔毋捌代志，伊袂晓的，还是讲亲像咧学物件，我教即伊学即，毋是，是互伊家己知影讲有一位天父上帝，我是伊所赏赐伫世间的，我甲伊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撒母耳，伊伫细汉的时阵，伊可能是安尼，阁毋捌世事真多，但是伫半暝听到有人咧喊撒母耳，撒母耳。这个故事就是引起互咱一个真深的认捌。什么认捌呢？就是上帝嘛是对细囝讲话，毋是干那对咱这有知识、已经成熟的人才讲话。所以毋通人讲看捌圣神的感动，爱互细囝直接甲上帝讲话。这是这个撒母耳受到呼召，这个故事咱真熟吼。但是咱知影讲，先伊利听袂到耶和华的呼召，伊会听到迄个撒母耳听会到，是呢，伊甲上帝一个纯真的关系，无互世事所束缚，也无互人家己的私欲所牵绊。这是撒母耳甲上帝回应的，因为伊利听了两遍，讲奇怪，哪会安尼？的确是耶和华咧叫你，所以伊就甲教。所以撒母耳才听到第三遍，听到耶和华咧甲呼召的时阵，甲因讲你的奴仆在听，这是华语的啦吼。那第二段经文呢，是耶稣对学生讲的，讲耶稣讲，互细囝来到我遮来，毋通阻止因，因为上帝国的百姓子民，亲像这款的人安尼。哇，这句话可能真侪人会有一点无理解啦，毋是讲完全无理解，是讲细囝当然是足可爱。但是耶稣是特别的讲这，咱注意看拄则所读的经节吼，拄则所读的经节内底吼，咱甲回顾一下，遐有一句话足趣味哦。14节讲，耶稣看到这个学生阻止人带细囝来找伊，耶稣安怎看到安怎？囡仔挡伫外口，都小代志尔，是安那？耶稣真生气。伊这个耶稣真少咧生气啦，而且有写讲伊真生气，表示讲耶稣对这个学生的观念甲做法，伊真无欢喜。表示讲，咱人已经照社会一套法律、社会一套做法伫遐咧运作，煞甲人亲近上帝，细囝亲像上帝的恩典，伫遐来主动去。真侪事啦吼，亲像咱知影讲，圣经内底嘛有记载讲，有遐个艰苦人，有遐个破病的人，要来就近耶稣，拢互门徒甲动起来。这有啥物意思呢？就表示讲，伫门徒的眼光中间，伊替耶稣决定代志，无拍算讲，原来耶稣拄好意爱这个。要借着这个来教导伊的学生就对啦吼。所以咱若是安尼看到，咱知影讲耶稣讲这句话，我相信你听到这句话，的确有真侪疑问，是安那耶稣要讲这啦。囡仔都毋捌代志，安那是安都爱
讲遮尔啊，安尼严肃的话讲，互囡仔来到我遮，毋通阻止因，因为上帝国的子民亲像因即款的人。头前一句，咱即个大概拢真同意吼，毋通阻止囡仔嘛，莫甲阻止。但是呢，上帝国的子民亲像即款人，啊，若咱遮大人毋着拢扣分去啊，拢无机会。可能咱会晓思考讲，耶稣是安怎要讲一句？大概有下面即句的理解啦。耶稣佫讲一句讲，若无亲像细囝安尼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绝对袂会成做伊的子民，绝对袂成做伊的子民。但这话互咱，我相信耶稣安尼讲，当然是安尼接受嘛。但是咱来想讲，是安耶稣要安尼讲。我之前吼，伫咧听到一个收音机咧讲话，啊咧讲的这个代志吼，甲咱圣经嘛无关系，甲咱的真理嘛无关系，但是互我感觉讲真有意思啦，吼。啊，毋知你有认同无？这无啥物要求，无要紧吼。伊讲吼，咱遮个大人拢知影，咱的囡仔吼出世的时阵吼，咱医生较知啦吼。听讲伊的头壳顶迄个天灵挂，讲还袂安怎，讲还袂合起来对无吼？嘿，啊，这有医学的根据的哦吼。啊，毋过有人甲解释讲，咱家叫做天灵挂，好像真个是对甲天的关系。啊，囡仔吼头壳是软软的感觉，所以囡仔有时跋倒磕着头壳无代志。啊，大人跋咧吼，哦，迄个问题就大啊。吼，啊，咱囡仔时代跋倒磕着头壳的足多咧。会晓讲伊的天灵挂无看，啊未看满。啊，有人甲解释讲，囡仔人吼，甲上帝通往较紧咧。啊，咱人吼，一个世事伤多啊，甜伴伤多啊，烦恼伤多啊，吼，啊计较伤多啊，嫉妒伤多啊，迄天灵挂就甲你砍掉的啊，你就无甲上帝关系煞断去呢。啊，这个当然无啥物，我讲的无啥物科学根据，也无啥物圣经根据，是咧讲伊咧讲这个，我感觉讲，切一个讲有影。因为囡仔即款特质，啊，咱看到耶稣讲即句话，确实有一寡真巧合的所在吼。啊，那耶稣讲安尼，咱来想，那用咱的角度来想，讲耶稣安尼讲，咱都爱来理解啊。大概有即款的解释啦吼。囡仔伊的属性。伊真弱小，吼，看起来安尼真软正，所以咱即马做爸母、做阿公阿嬷足保护的。每一遍小学若下课，也是要上课开学，啊吧，迄个学校要开始早起上学的时阵，哇，一大堆爸爸妈妈骑车的、开车的吼，拢下课到伫迄个小学的大门，啊，要甲囡仔送。啊，要甲囡仔接，表示讲咱真珍惜咱的细囝。啊，因为因真弱小，无力通需要咱需要得到保护。这是头一个囡仔的特色。第二，囡仔天真无忧无虑，足爱耍。你叫伊坐好，啊，你耍啊，也是较早讲两手放好，即摆囡仔无要听你的，啊，伊就提提啦、翘翘啦、弯弯啦，啊，若无安尼才真奇怪。因为囡仔伊。感觉足随性的，随性吼，足随性的，足自由的，啊，真爱活泼，啊，真爱耍。你若甲伊讲严肃，伊无爱；啊，叫伊耍游戏，伊足爱。第三项，囡仔伊无足世故，世故意思讲，哇，这人情世事拢捌透透啊，伊都毋捌啦吼。啊，伊真诚无心机啦，心真诚，伊无欢喜就无欢喜啊。啊，快乐就快乐，啊，生气就生气，啊，毋过吼，无偌久就好啊。袂记伊拄则生气3岁，啊，拄则咧烦恼3岁，啊，困去就无代志啊。啊，这是囡仔的属性。耶稣是毋是咧讲这？是咧讲咱人因为对这个世事人物一个伤多，甲迄个纯真，甲迄个单纯，甲迄个无世故的事，拢甲袂记去。这是咱听去耶稣的教示的时阵一种的学习。第二，儿童的特质，囡仔有谦卑的特质。谦卑的意思，较实就是讲，
伊都袂晓的，就袂晓的啦吼。袂晓爱铺情假袂晓，假会晓熬无熬假熬安尼吼。第二是服从的特质。当时大人要倒的时阵，囡仔伊会赶紧对，因为伊惊了走无去。第三，伊真信赖父母，所以现在咱囡仔时代，咱讲原生家庭，爱互囡仔对人有一个信任感。若无吼，咱有时看到一个人到大人了后，伊的行为、伊的行做、伊的讲话真偏差，常常拢是囡仔时代，伊受到伤害。所以伊有迄种错误的观念，引起伊成长了后，伊就照迄个方式来做。咱举一个上明显的例，咱知影讲，即马台湾足注重迄个家暴防治，对无吼？家暴防治，咱知影讲迄个理论上，囡仔细汉互父母拍。较早阮囡仔时代，定看到同学互父母吊起来，吊到迄个较早迄种。下厝吼，中职吊起来，吊安尼咧讲，看到足可怜，嘛毋敢去甲安怎，无想大汉了换伊讲囡仔，这拢是一种偏差的教育，致成伊的囡仔嘛佫安尼，这咱知影讲，这是因为伊无有一种的安心平安的感觉，伊用这个来发泄伊的一款生气，也是伊不安，也是伊的烦恼。忧闷，咱的囡仔有时咱讲伫外口耍相拍，也是口快，安家讲我不跟你好了，无明仔载佫耍欢喜个吼，因为伊袂记去，所以伊是善忘无记分的特质。这个是毋是就是真多？耶稣咧讲恁都爱亲像即款细囝即款的特质，恁才是真做一个在敬畏上帝、在得到上帝国的人。今日这部书爱甲咱邀请，咱今日小朋友因用足久的时间准备伫遮来展现出因伫主日老所学习到的。但是我相信，毋是讲一年有几摆因的表演，咱才去注重细囝。细囝就亲像一丛树仔咧栽，一丛树仔咧大长。你爱逐日照时甲灌落，你爱逐日照时甲伊关心。是毋是有掉糖？是毋是有打起？是毋是安尼有拄到这个环境无好势？毋是一时看到因的表现就甲学了，但平常时无咧陪伴。所以咱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拢爱合作做这项事。做什么事呢？就是讲，互囡仔成做敬拜的主体。毋是对你来教会啦，毋是你囡仔放伫厝咧，惊无人顾，所以咱带伊来。是爱知影讲，我要去到圣殿敬拜上帝，我要去圣殿见上帝，我要去圣殿来听上帝的话。耶稣讲，迄个用真正敬拜天父的，就爱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意思讲你。毋是用外在什么款的材料咧敬拜，你若出自心灵甲真诚，这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这也是为何耶稣讲，你爱亲像细囝，才能入天国。因为细囝就是真诚，伊可能无欢喜就好，也是生气。伊惹人，伊就话讲我惹人安尼。迄款的真诚的心是耶稣所爱。因此话，咱做伙努力。互儿童诚做敬拜的主体，意思是伊毋是附带的，毋是你甲伊接伊才接，是伊家己知影，亲像迄个影片内底，细囝家己祈祷，细囝家己学了，细囝家己甲上帝亲近。咱进前几礼拜，咱教会有刊一个周报，伫鼓励咱遮的主日的老师，也是关心儿童青少年教育的，做伙来读一本册，叫做。孩子涌进教会，这本册毋是讲突然间想到啦，讲要读这本啦，是这本咱中会的教育部明年啦，要招属下正教会，大家做伙用这本册，诚做一种的，一种的参考，有一个根据来做学习啦。学习什么呢？这韩国一间孟的教会，孟之教会，这个名佫真古锥吼。
咱或者富强教会人就甲咱讲，吼，恁富国强哦吼，啊，人韩国一间梦的教会呢，做梦的教会，啊，梦的教会，即个任万浩牧师伊写的这本册，啊，讲伊的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对100人到1600人梦的教会主日都复兴的一个见证的对，啊，这本册吼，孩子涌进教会，啊，贾牧师要招一寡同工，用这本册做一个蓝本啦吼，啊，要伫即个过来拜三暗时吼，做用这本册伊所讲的啊来研究讲，因的发展有啥物值得咱学习的无？像你即位你若有趣味嘛会当吼拜三吼，拜三暗时做伙来啊，大家做伙来交谈就对啦吼，交换意见安尼。啊，这本册伊的几项见证，牧师简单介绍啦吼。第一就讲，伊的教会儿童哦，毋是大人哦，是儿童对100个到1600个，这个梦的教会安怎复兴的基业？啊，因注重儿童甲青少年事工，因领0岁到35岁的世代来接触上帝，诚做一个入口的，因的教会诚做这个入口。啊，这间教会吼，看起来毋是伫韩国的这个咱讲首尔迄款大都市，几千万人的所在，凊彩囡仔幼都有啊。伊是一个较偏乡的城市咧，一个城市，大概是咱亲像咱的永康啊，是仁德，还是搁较郊区的，差不多28万人的一个小都市啦。伊伫28人的小都市中间，遐少年囡仔，也是年轻的父母，拢煞去起来啊。所以相对的，遐个因的迄个乡、迄个城市内底，囡仔的比例嘛无介悬，无拍算讲即间教会，诚做一个新约，互遐个细囝足爱来，因要来敬拜上帝，青少年要来敬拜上帝。所以即间教会因就是用即个来引带细囝、青少年进入教会，因是遵循着什么？十字架的听。遵循着无啥物特别的啥物技巧，就是照圣经的教示，用十字架的听甲福音的原则，伫主日后这个范围吼，产生真好的效果安尼。咱都有讲着讲，梦的教会人口无差不多28万的小城市，因18年来有系统实践圣经中心的教育，因用足有创意啊，遮个老师、遮个同工足有想遐个安尼足。奇妙啊，互囡仔感觉足好奇的就对啦吼。迄款的方式啊，互遮个囡仔吼会信仰，毋若是干那伫教会有表现，因到伫生活的逐个层面，培养出遮个热情、专注的带导者，甲优秀的领袖。啊，因大概一间教会吼，干那囡仔甲青少年就分做4大部分啦吼。咱讲0岁到35岁嘛吼。第一个部叫做婴儿啊，甲幼儿部，伊讲伫遐尼细汉、遐尼古水的囡仔中间，因就要培养讲，像咱拄则迄个撒母耳甲上帝应答讲，罗卜伫遮，会当培养这个细囝伫幼儿的时阵，亲像撒母耳安尼，充满着信心。因有分小学部伊的牧师讲，因就是用全部的听。去听上帝所托付的细囝，因有青少年部这同工就是反正绞尽脑汁啊，想出一寡足趣味的聚会的特色。互遐个囡仔感觉讲无来吼啊，即礼拜吼绕到去足无彩，足有趣味的聚会方式啊，这是遮个同工因一种的重点吼。再来是青年部。因甲青年部队2个青年人成长到500人，这青年部的青年诚做这间教会上重要服侍的主体。因有诶爱去市内读册，但是伊就是足爱倒转来，足爱倒来到家己的故乡、家己的教会。这群爱主的少年人坚持伫遮聚会，因为这个梦的教会青年部就是培养人才的青年部。兄弟姊妹，伫遮。我要招咱兄弟姊妹做伙努力，为着咱的细囝、青少年来祈祷。因为主耶稣爱咱，互儿童诚做敬拜的主体，毋是一个附属的，都附属一个所在，互因去遐耍，毋是。
啊，咱咧做礼拜，互囡仔对我算，毋是，是互因家己知影通敬拜上帝，亲近上帝，敬拜上帝，真做主体。所以，我期待咱所有的家长、所有的父母、阿公阿嬷，你爱引带囡仔，伊家己敬拜上帝，伊家己祈祷，家己讲上帝安那恩典互伊，甚至会当甲伊的同伴、伊的好朋友、伊的同学来传福音。啊，这是囡仔做主体，毋是附带的，也是讲毋捌代志，大汉才甲你讲啦。囡仔毋捌啦，是细汉就互伊享受到即款甲主的关系。但今日姊妹，咱的教会面临着一个挑战，挑战什么呢？咱台湾的长老教会有真侪教会拢在流失，老的真老，啊少年的无起来，啊囡仔佫少子化，所以咱目前教会遇拄到即款的挑战。这本册迄个内底讲一句话，讲若无主一路，教会就无未来；无主一路，教会就无未来。所以咱今仔日面临的挑战，头一个，遮拢知是讲牧师简单甲咱讲起。第一，这个少子化、儿童减少，这是咱所拄的一个问题。第二，咱看遮个囡仔古锥甲、活泼甲，但是你甲因对话吼，除非是你家己的孙啊、家己的囝，啊无吼，因准咧想啥，你才想无呢？因为一世代吼，因伫网络、伫迄个电脑看到啥，咱拢毋知。啊，伊捌的你毋捌，啊你捌的伊无爱。啊，这是咱要教育遮个一世代的细囝一个挑战。若无真亲自去了解因的生活特质、因的思考模式，咱真正真困难去拍入去因的脑海内。这是咱才会做老师、才会做父母的一个挑战。第三，咱必须要培养新的世代做这位老师，互因甲这个囡仔无距离啦。咱知影讲，即马这个世代吼，2-3冬就一代呢。后生咱即马咱青少年阵拄着一个低潮期啦。啊，咱大专生哦，看这个高中生无啥趣味，因甲因讲无话。啊，高中生看这高中生嘛，感觉讲啊，恁咧想啥？我无爱甲恁做伙。即马这世代是遐尼啊变化遐尼大。啊，所以咱毋是干那主日老师同工，是咱整个的教会拢咧思考，即个主日咯，咱要安怎互伊成长起来？有的教会甲主日咯关起啊，因为无囡仔。顶日呢，大公教会蔡牧师伊到高雄一间教会，伫遐咧勉励就对啦。啊，伊讲一句话讲：咱大家爱细字哦，咱长老教会吼，若无好好想安怎传福音，若无安怎招下一代来教会吼。20冬后就会消失去呢。讲煞讲下面一个长老，第二长老来甲牧师讲牧师啊，迄毋是20冬啦，迄若搁落去10冬就解决去啊咧。伊讲安怎？伊讲因教会有着什物，毋知是定期好会啦吼，也是普通咱像咱咧选举的好会。伊讲我的在职的会员，吼，差不多130几个。啊，你看起来袂歹啦吼，130几算袂歹。但是呢，敬老会有领到敬老金的有111个啦。啊，你就知影讲130几个会员中间，110个是70岁以上，毋是这个长辈无重要，无价值，是安尼你要安怎？剩你20几个是还袂70岁，还是讲咱？若无积极甲大的气力放伫主日咯儿童甲这个青少年，咱无论这个时咱偌好偌感谢上帝，你互阮大项恩典，这拢是未来的有路。兄弟姊妹，愿咱大家伫今仔日的主题中间，咱做伙来看。咱伫11月初啊，11月中吼，有去举办一个共识营。有真百个兄弟吼做伙去，啊去迄个拿来吼，大家翕相，你看足有活力吼，哦，迄有草埔有树啊，足水啦，感觉去住2天，感觉佫无够的感觉吼。啊，这是咱几张相片，啊，这是合照吼，透早啊祈祷会翕的，啊，这是咱伫迄个会堂内底做伙认真咧听讲师讲话吼，啊是早祷会伫个大草埔。
就是人去个大草包看遐尼水，讲哦，咱富强教会哪地来教我去买一块即款赢地，毋知要偌好，哦，大家心开始咧想咧，毋祈祷安尼吼，啊人。即个拿来一间小小的教会，人起一个遐尼大的营地啊，迄是有信心无信心啦吼，啊，这是附带的一种的感动啦吼，啊，大家伫迄个所在聚会啊、游戏吼，啊，非常的热，都袂感觉爱困就对啦吼，啊，遮拢是各小组的即个欢喜，啊，即个公园的带咱遮的正百的兄弟做伙思考讲，未来过来10当，咱的教会有甚物款的远景，咱的教会要有甚物款的变化。啊，就扣到尾扣6项啦吼，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大圆箍伫遐讲话分享吼。啊，这是各组吼画出讲，用这个图画来表现出你对一间教会一个角色，啊，甲你的任务看法。啊，你只能搭伫咱心灵传教迄个走廊的所在吼，你看看讲话是啥物意思啦吼？可能嘛无人甲你解释，你嘛毋知影啥物意思。啊，这是最后。整理出来6大部分啦，6大部分的强势讲10当后，咱富强教会会有甚物款的发展吼？啊，遮几啊项，咱有机会慢慢甲整理出来，互咱同工，互咱大家搁好好来看。啊，主要是要讲，今日是主日的主日嘛吼，内面有几项讲甲主日都有关系的啦。第一，伊讲即个角色营内底的祝福甲愿望是，咱的富强教会是一个。会众生养济济的教会，安尼即个意向写起来就解决啦，毋是啦。你想讲啊，我要互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会当生养济济，爱有2个原因：第一，你有少年人啊，对毋对？啊，牧师吼咧无用结婚典礼，无用器材，安尼毋则有少年人吼，安尼对毋对？第二吼，毋通讲生一个就好啦，也是阮无爱生啊，上无吼生2、3个安尼毋好。啊，你毋得生养济济，啊，有诶教会吼，鼓励会友生囝呢，啊，甚至有奖金呢，讲若加生一个要贴你偌济安尼，啊，咱政府搁较济啦。意思是讲，咱期待10当后，咱诶富强教会有遮侪少年人会服务伫即个教会内底，生养济济，互囡仔教会充满着囡仔诶笑声。第二，伊讲教会充满着细囝甲青少年咧聚会，啊，这是咱迄个。讲迄个强势甲即个咱的意向啦吼，最后讲社区，毋是讲咱教会家己生养哦，社区的朋友，大家下课爱要入来伫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你是毋是有即款的意向呢？啊，是即款的意向是干那即阵正百的兄弟，啊，伫遐空思梦想，啊，想的转来都袂记去啊。啊，是你感觉讲这有影，这是咱教会做伙努力强势的。